仔每晚咧都播呢個刑偵四，自己有冇留意翻咧？其實有啊。係，咪再睇翻個感覺係點樣？好啊。阿蛇而家加入咗你個旗下公司咧做藝員啦，咁會唔會同埋阿宣萱拍一個電影版嘅刑事偵緝檔案先？但係首先我如果收工嘅時間翻去我都會睇嘅，因為我覺得都有一個幾好回憶嚟。咁有10幾年冇拍過電視劇啦，咁所以即係睇翻當年做戲都其實都有好多回憶喺個腦海出現翻啦。咁啊，至於嗰個電視劇會唔會拍電影版，其實你問翻嗰個電視台啦，因為個版權喺佢度。咁就我個人就如果個好嘅電影，我都會參與拍攝嘅。或者同一個班底自己或者有啲製作咧，或者靚仔問多條啫。咩啊？你問咩啊？唔係即係同阿宣萱啊、阿蛇啊或者你咁樣3個有個合作嚟嘅。同宣萱嚟緊會有，其實而家其實我今日拍緊呢部嘢，同佢一齊拍緊嘅。雖然今日冇佢戲份啫。咁啊嚟緊年底都會同佢開另外一部電影啦。咁啊其他嘅都係要睇翻電影公司嘅安排。